北韩的官方媒体拜一证实，讲金正恩亲身下令派兵去到罗西亚协助引拍乌克兰。这罗西亚电视台。这个罗西亚电视台呢，也伫咧同一天放送北韩官兵伫咧罗西亚接受训练的画面。普京也发表声明，对这个北韩表示感谢，讲这北韩的部队来甲因斗3天，对因甲这个库尔斯克地区抢渡回来发挥关键的作用。 罗西亚的国营电视台日前放送北韩军队伫当地接受训练的影片，内容包括安怎使用手榴弹、经社会弹和提枪推进等等。北韩官方媒体嘛伫同一天第一摆对外承认，北向罗西亚派兵，成功帮助到军事化乌军占领的库斯克。 국가수반의 명령에 따라 공화국 무력 구분대들은 러시아의 영토를 자기 조국의 영토로 간주하고 드높은 수호 의지와 결사의 정신으로서 北韩官方媒体讲，金正恩因为对俄罗战争的判断，仍然符合双方去年签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第4条的启动条件，下令军队参战。根据这项条文的规定，任何一方受到国别也是多国武力的侵略，进入战争的状态的时阵，另外一边应该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因家己国内的法律，随提供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在北韩讲出来了后，罗西亚总统普京嘛。 虽发表声明，感谢北韩的士兵是积极参与行动，帮助收复库斯克。事实上，早就伫去年10月，南韩都已经掌握情报，知影讲北韩差不多是派出12000个人来支援罗西亚，但是北韩和罗西亚一直拢无正面承认。北韩军队伫参战的初期，因为欠现代战争的经验，传出造成4000人死伤。1月时阵，还有2个北韩的军人和乌克兰掠走。北韩伫今年1月到2月，佮向库斯克地区对派3000人过去。 到伫北韩对外讲是这项派兵行动已经成功结束的时阵，罗西亚国防部嘛伫拜一公布陆军伫库斯克地区做杜雷行动的画面，想要强调已经对乌克兰军队手头甲领土抢回来。去年8月，乌军向下境夺袭，占领库斯克部分地区。虽然讲最近一直传出乌军伫前线失利，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讲乌军共款伫库斯克和附近的比尔格罗德地区在活动。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